大澳有獅、象、虎、鳳4座大山，以獅山嘅風景係最好，石頭嘅形態亦都係最特別，就係玩石都可以玩1-2個鐘㗎。景觀除咗望到大澳，還可以望到遠處嘅鳳凰山。今次我哋係行3個山，首先係322米高嘅獅山，跟住落嚟係452米高嘅象山，最後係75米高嘅虎山，全程係8公里。我哋喺東涌坐咗11號嘅巴士，靈隱寺站落車。現在係正午時分，我哋出發。靈隱寺站落車，跟住呢度轉左。咁啊呢度有個地方嘅，可以休息下咁樣嘅。靈隱寺係啦，整理好行裝咧，喺呢條樓梯上。靈隱寺休息嘅呢個亭上，呢度上㗎？係喺樓梯上。一開始就行100幾級樓梯，係有啲攰嘅。轉入山路。係咁噶啦，呢大都完咗，呢頭啲石頭差唔多啫嘛。係啊，前邊呢嚿石咧，呢笪石啊，就有一個石壓過去嘅。咁聽聞係有位人咧過唔到，夾住咗喺度。哦，佢即係身體檢查，即係邊個要減肥嗰啲啊？係啊。阿朱肯定過到。過到變噶嘛，炸一炸變噶嘛。爛頭山，我叫鳳凰山。首先係273米，獅山嘅副峰。Yoyo 上山啊特別強嘅，我哋開始咧見到第一組石頭，好似舞緊獅咁樣。前方係大澳。休完啦嚇，不過呢嚿石咧，大家都唔知叫咩名。就係呢個顏色咋。繼續出發。出發啦！出發！快晒啊！好去。可能係叫醒獅石，所以呢度啊叫獅山啦。呢個驗身石啊，呢個驗身石嚇，個個都過到。全部過關。全部過關。仲要增肥。哦，我睇下我得唔得先？睇下得唔得先？單手就好難。兜路行咯。單手好難。要兜路行咯。嗱，係咪咧？係咪咧？領隊過咗啦。領隊要減肥啦。單手啊！哇，成功啦！出嚟啦，出嚟啦！單手過關。咦，上到嚟似狗仔喎，狗仔石喎變咗。
係啊，似唔似狗仔啊？狗仔食喎，搖緊尾喎，搖緊個尾巴。驗身石啊，全部都柱位嚟嘅。第一次行呢度，繼續出發。攞齊嘢，攞齊嘢。呢一度係獅山嘅副峰，石頭都比較多嘅，正正係望向大澳方向。獅山就喺上邊 ，A B C D E 個 C， 到咗獅山322。嗱，象山有標高柱啊，獅山冇嘅。象山都圍住呢個大澳，大澳就前面虎山啊，前面啊，仲有個鳳山喺度，尖峰山齊晒4座山，後邊就鳳凰山啦，鳳凰山喺後邊，鳳凰在後頭。前面有2條路啊，右手邊嗰條，即係近住佛公仔呢邊，佛公仔呢邊行。所以我今日又係着長褲啊！我又係着長褲，都幾高啊！啲草啊，有2米高啊！反正咧，右手邊、左手邊咧，朝住個象山行啊，都唔會點錯嘅。前面有條小溪咧，最好喺左邊嗰度插過去。行咯。係啊，總之小心中間有河嘅，咁啊跨咗去再行啊，冇事。鳳凰山。長期俾啲雲遮住，象山仲有50米高度啊！哎呀，象山登頂啊！登頂，標高柱就喺呢度。標高柱，象山高452米，風景都唔錯嘅，整條東澳古道都望得到㗎。東面係鳳凰山、觀音山、姜山，西面係望向港珠澳大橋。大澳、二澳背向呢個鳳凰山落山嘅，到咗下晝嘅5點鐘啦，緩緩下山。喺前邊嘅小山坡右邊有條小路落山㗎。大澳啊，喺你腳下。
最後一段路啦。好，加油！虎山啊！最後我哋會行埋虎山，7點前我哋就會結束行程。我哋向住北大嶼山界碑嗰個方向行過去嘅，一路落嚟咧，向住廟呢個方向啊 ，OK 啊你篤我兩下，係嗰條話整雜人啦，嚇。好似東澳古道，而家直接可以行過對面嘅啦，新嘅橋啊！嘉林趕時間，佢就話走先，拜拜。哇，整好咯喎！而家行石級，虎山，虎山向西行係可以直接落去大澳嘅市集㗎。最後我哋6點45分喺大澳嘅河涌橋上結束行程，多謝大家收看，下次再見。